来到南投的山区是透明变大雨，水里乡一个部落出现着土石流的水墙，大量的烂土水灌入这个部落，两边的徛家用铁片来挡，但是挡袂牢，真无奈，只好是等雨停才来处理。另外，这个信义乡的明德村嘛有大量的土石冲入去人家厝，县长柯秀华去勘灾，佮差一点啊，互这个烂土水冲入个跋倒。南投信义乡的明德村，却予大量的土石流冲入庄仔内，车路全部拢是落过麦仔水，两边也有风塌起来，一座一座的刷入了堆。道路两边居民徛伫门口口，真无奈，这早早搬来的茶帮完全无法度阻挡落过麦仔水冲入因兜。全部都泡水啦。但是我们是有一些东西有稍微先把它预先垫高了，不知道说那么严重啊。落过麦仔水一路为门口停，引来到客厅，直直冲入去房间甲灶骹，厝内全部拢是水，引来到骹头有遮悬，居民真无奈，唔知影这水要安怎清。市长还好吗？县长柯秀华亲身到现场勘灾，土石流正错路，柯秀华一个骑白车险啊摔入水底，都要靠两边的人大力甲插咧，才有法度行。行来到地势较悬的便利店，柯秀华将雨鞋烫落来，内底转水。雨势是不断的，所以这可以说是整个信义乡10几年来下的最大的一个雨量。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南投山区呢豪大雨不断，已经有不少的社区以及部落陆续都出现坍方还有土石流的情况。也有伫水里乡一个部落，大量的土石流含落过麦仔水，为这条巷啊一路冲落来。两条楼梯落过麦仔水，就亲像水墙同款，冲入两边的徛家。1点多起床的时候才发现。我来这边是10几年了，第一次看到。当地居民讲，已经真久无发生这么咸的土石流，大下游的徛家用铁片来挡，拢挡无法。又在这落过麦仔水冲入厝内，要变扫，都要等雨势无遐大的时阵，才来想办法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